敬聽的培牧師，甲咱主內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謝上帝的恩典嘛，感謝咱教會接納，互我今仔日會當佇咱的教會中間來分享上帝的信息，來做伙來敬拜上帝。今仔日我用佇基督的這無通死節，也是講佇台語的聖經是翻譯做無通嫌，用這個主題來。甲兄弟姊妹，咱做伙來思考佇腓立比書1章第1節到11節中間的信息。我相信咱會同意，咱目前的時代是一款變動真快速，佮充滿無法度通預測的一個時代。所以，咱可能會當講，無穩定是現今的世界的一款的特質。比如講，咱知影。科技伊帶來真快速的變動，就是講今仔日咱認為是真的是正確的，明仔載伊可能會受到挑戰。然後佇現今的世代中間，無共世界中間的這款的價值觀的落差，會造成一款的衝突。佮對台灣的處境來講，咱是佇一個環境佮地緣政治的處境的下面的這款的無法度通預測的狀況，所以這個代誌攏互咱必須愛面對隨時有可能會出現的危機，所以無法度通預測，伊變做是一種常態吼。這款的常態，伊常常會佇咱的心內底造成不安。甲憂慮吼，所以佇即款的處境中間，咱可能會思考講，咱想要堅持的是啥物？也是講，咱要安怎樣佇即款動盪的時代的中間，咱會當結果子來榮光上帝。今仔日咱所讀的經文是對腓立比書出來的。腓立比書伊其實是保羅佇非常無確定的環境的下面所寫作的。當時的保羅伊受關押，伊的前途要面對啥物，伊無法度通預測吼。總是伊佇這本經卷中間所展現出來的，毋是超凡，毋是看路。咱會當看到這張批信充滿喜樂甲堅定的確信。所以，這段經文其實為咱展現一個無通指責的生命的特質。這款的特質是，無因為環境的變動無確定來變質。這款的生命的特質是，無因為壓力來妥協。反倒等是會當內外一致、完整、無欠缺的品格。所以，其實對於保羅來講，這款的生命，毋是伊外在環境真順遂，這是建立一個對基督的日的願望，以及對上帝主權的深深的信靠。伊深深相信，迄個佇恁中間開始做美好工作的上帝，會繼續互迄個工作完成，直到基督耶穌過來的日。所以今仔日咱要做伙透過今仔日的經文，咱做伙來思考。咱確實是生活佇一個充滿無確定性的處境中間。佇即款的處境的內底，咱要安怎樣會當活出即款無通指責，也是講無通嫌的生命，互咱佇基督的日子來的時陣，咱會當清氣無瑕疵。咱會當結好的果子，就是講，佇動盪，也是講佇無穩定的環境的中間，咱着持守啥物？咱着做啥物款的人？咱才有法度結果子來互上帝得到榮光。腓立比書的第1章的1節到11節，這段經文看起來。保羅是在腓立比教會的信徒請安，甲為因祝禱。總是事實上，咱也是詳細甲分析吼，咱會當看到中間伊包含保羅對教會、對時間以及對基督徒倫理的看法。這段經文甲咱講，佇無確定
甲即款的動搖的時代的中間，信仰團體要安怎樣會當持守正直的品格？佇個咱在聽候基督的日子的中間，咱會當結果子。腓立比書伊即張批信在寫作的迄個時陣，保羅伊毋是坐佇一個舒適的冊房內底，伊嘛毋是徛佇個講台頂面接受眾人對伊的拍破啊。當時的保羅伊受關押，伊佇監獄的中間，伊毋知影佇頭前在聽候伊的前途是啥物款。總是佇迄款的情景的下面，伊卻有法度寫出充滿感謝甲喜樂的文字。所以，若是對於人生的角度來看，保羅伊面對的迄款的狀況，伊若感覺真不安，伊若感覺真着急，這個是真正常。總是保羅的即個批信中間，伊一擺閣一擺出現喜樂甲歡喜的用意。保羅伊即款喜樂的表示，其實毋是伊在壓抑的情緒，嘛毋是伊勉強裝出來的。這是一款對耶穌基督的日子的確定，所以伊會當自然而然來表現出來。保羅對伊所面對的處境的了解，毋是受捆綁伊的體驗來決定，是受基督的日來做定義的。所以當人咱對時間的看法，是對永恆，還是講末日的角度來做思考的時陣，面對的暫時的不安，還是講攪擾，對這個人來講，特別誠做是一款終極的威脅。對咱來講，其實這有直接的意義，因為真現實的是，環境的改變有可能帶來不安，外口的壓力可能造成咱的緊張。假使講咱的目睭所看到的，敢若是佇現在，咱就會將暫時的困難給絕對化。保羅伊面對困境的態度提醒咱，教會的存在，甲教會的活力，毋是建立佇外口環境的穩定，是建立佇耶穌基督的主權。所以保羅伊會當真確信對於腓立比教會的信徒講，我相信，迄個佇恁中間開始做美好工作的上帝，會繼續互迄個工作完成，直到基督耶穌過來的日。保羅的意思簡單來講，伊的意思是講，對上帝開始的，上帝一定會互伊持續，直到這個工作完成。所以教會存在，毋是因為外在的環境順遂，教會的存在是因為這是對上帝主動的行動開始。無通指責，也是講無通嫌。其實，這個字佇原文內底，真歹用一個中文的字句來完全表達。這個字會當講是完整，也是完全的意思。當咱講一個人無通指責，也是無通嫌的時陣，是咧講這個人伊會當保持品格頂面的完整，無欠缺。就是講這個人伊會當。佇無論是啥物款的情況的下面，伊有法度會當持守一致的中心價值，互伊的思想、伊的行為甲伊的言語一致。伊袂因為誘惑也是壓力來妥協，伊嘛袂用有利益也是無利益來決定講我要安怎樣做，我要安怎樣講。所以，若是根據這個定義。一個無通指責的人，伊毋是一個想要做啥就做啥物的人，伊會是一個謹慎伊的言語行為的人。就是講，一個無通指責的人，伊的言語甲行為其實是經過思考甲選擇的。所以，這款的人，伊無論有人在看無，伊無論講伊的心情好歹。
無論講伊面對的是啥物款人，還是講發生佇伊身軀頂的是啥物代志，伊所表現出來的是相款的一個我。對這個人來講，袂有一個佇家庭中間的我，一個佇工作場所的我，佮另外一個是佇社交場合的我。這款的人，伊袂講一套做一套，伊袂內底甲外口無一致。譬如講，可能有的人來講，伊真重視團隊的精神，總是其實這是一種借口，伊無容忍別人有無同款的意見。總是這個有關我的表現，除了愛對家己忠實以外，其實伊需要有一套善良較好的中心價值。所謂的中心價值，在講的是這個人的世界觀。這款的中心價值，是一個人運用來觀察、甲理解這個世界，並且伊用這個價值來甲這個世界中間的人、代志、甲物件互動的想法、甲信念。所以，一個無通指責的人，伊所有的這款中心價值，用較正面來講，伊必須要講，互這個世界會當變做更較美好。一個無通指責的人，伊所有的特質，咱會當講，可能有包括講，伊值得咱來信賴，伊有可靠，伊有誠實，真誠，伊慷慨，伊仁慈，伊願意承擔責任，伊願意甲別人分享成果，伊願意用心來解決問題等等。總是，若是對信仰的角度來看，無通指責是咧講啥物？無通指責，咱會當甲伊翻譯做正正的正直，還是講內外一致的忠誠，甚至咱會當甲伊翻譯做佇光照的下面無通嫌。保羅伊佇講到中間寫批予腓立比教會，總是咱若是讀過整個的這款的經卷吼，咱會當發現，佇伊的語氣內底無自憐自愛。伊是對身份，伊對感恩，伊對確信，伊對祈禱，一站一站來建立真正的生命的導向。這款的生命袂因為伊的環境無穩定、無確定來變質。這款的生命袂因為無資源，所以伊妥協。因為這款的生命，伊的基礎毋是環境。伊是佇耶穌基督，所以咱會當看到，佇經文一開始，保羅伊稱呼伊家己甲提摩太做基督耶穌的僕人，伊稱家己甲提摩太是基督耶穌的僕人。其實僕人這個身份本身就有包含無通指責的中心意涵，因為一個僕人袂當常時服侍兩個主人，一個做僕人的人，伊袂當佇無同款的情境中間來改換伊效忠，還是講忠誠的對象。所以，當保羅伊家己自稱講伊是基督耶穌的僕人的時陣，其實伊是在宣告伊的歸屬，敢若有一個對象爾。伊所有的是一款的單一中心的歸屬。所以保羅伊的意思是講，伊的權柄、伊的侍奉、甲伊的未來，都敢若有耶穌基督來負責任。所以無通指責，也是講無通嫌的第一個讚詞，就是忠誠的單一性。佇個無穩定、無確定的時代，上較容易發生的，其實無一定是外在的失敗，是內在的轉向。佇無穩定、無確定、危險的中間，真可能毋是隨時就跋倒，是慢慢妥協。因為當壓力增加的時陣，人會開始去找找其他的、更較濟的保障甲倚靠的對象。總是僕人的身份提醒咱，真正的穩定，
毋是瓦克，還是講去向無共款的對象效忠，真正穩定是干那歸屬一個主人。接下來，保羅伊稱呼腓立比教會信徒是基督耶穌內底的正聖徒，伊稱信徒是聖徒。聖徒這個詞又包含另外一層的無通指責的意義。其實聖徒的身份毋是在偏頗家己哈。聖徒的意思，這是咱是受上帝分別出來。因為聖這個字，無論講是佇希臘文還是希伯來文，攏有分別出來的意思。所以聖徒的意思是，咱是對眾人中間受到分別的。若是教會，咱自稱咱是屬上帝，總是咱佇實際的作為頂面，咱是順應世俗的標準，安尼咱就失去一致性吼。所以佇即款的下面的話，就是講無可指責，無通指責，伊必須要是伊的身份甲行動是連續的，就是講這是一款咱嘴裡的宣告，甲咱的行為頂面的實際中間無矛盾，還是講無距離。所以腓立比教會因互保羅會當為着因來感謝，毋是因為腓立比教會信徒因是完全的。保羅為着因感謝的原因，是因為因對頭一天直到保羅寫批的迄個時陣，因攏一直佇福音的工作頂面持續來協助保羅。所以持續這其實是無通指責的時間的面上，就是講正直毋是一時的熱情，正直必須要是長期的忠誠。保羅伊對上帝工作的確信，嘛甲無通指責其實是密切相關的，因為伊深深相信，迄個佇因的心內底最好的工作的上帝，會繼續互迄個工作來完成。在這個所在，伊指出的是，上帝伊家己本身就是無通指責的源頭，因為上帝伊既然開始，一定會完成。上帝的作為袂半途而廢。教會若是信靠安尼的上帝，咱就受呼召，活出相款的品格。當環境佇個無穩定的時陣，人上界容易做的一款的方式是採取便宜的手段，用短期的利益來避免長期的受苦。這是保羅伊注目在看的是子女耶穌基督的日，所以伊將評價的標準對現在目前該刷去到佇終局。無通指責，伊就是一款末世導向的中心。無可指責，伊講的是佇最後上帝的審判的面頭前，永遠會當徛立，會當建立這款的性命。保羅伊嘛佇個基督中間直接指出無通指責的中心，因為伊對伊為着信徒來祈禱伊基督信徒因的疼心會當佇財物甲逐項的建設的頂面會當愈來愈濟，互因會當分別啥物是真正要緊的代誌，互因會當真做誠實無通嫌的人，而且誠實。伊原本的意思是講，佇個光照的下面受檢驗，永遠會當表現清氣完全的意思。因為當時的做生理的人，因在要回啦，還是頭市的時陣，因會將因要買的物件，甲伊舉起來佇個光照的下面來檢查，講這個物件是毋是有破空，還是講有裂縫，總是互迄個蠟甲伊迄個彌補起來吼。所以佇這款的下面。其實無通嫌，還是講無通指責，就是安尼，無需要暗崁，無瓦克包裝，無用黑暗來暗崁，還是講維持形象。當咱的疼甲財物結合的時陣，信徒特別用情緒來暗崁真理，
嘛袂用理性壓制咱的痛心，先去判斷講我愛付出啥物吼。所以，當咱內在的動機甲外在行為一致的時陣，這就是正宗的生命。所以，佇無確定的處境中間，教會甲信徒所面對真正的試探，往往毋是講咱會公開否認咱的信仰，是咱有可能佇個美色所在調整咱的標準。咱是毋是有可能為着要維持咱的形象甲其他的人的關係，所以咱將基督教的信息中間的嚴苛的部分，甲伊較軟化。咱是毋是為着要吸引支持，所以咱互咱的立場毋是遐爾啊清楚？咱毋是為着要求生存，所以咱犧牲咱做代志的時陣的透明度。其實，這作為看起來，敢若是務實吼，總是這款的妥協，其實是損害無通指責。所以保羅伊將伊的焦點下佇個，咱必須愛分辨啥物是上介好的。分辨的意思是講，咱拒絕凊彩，咱嘛拒絕無做判斷，咱就來軍隊，咱拒絕用短期的安全來避免咱長期的受害，還是講虧損吼。無通指責，伊毋是僵化，伊是親信，伊毋是固執，是因為咱忠誠。當保羅伊在講到耶穌基督的日子的時陣，伊是閣一屆將無通指責下佇個上帝最後審判的光照的下面。真正的正直，毋是為着現實的名聲，是為着耶穌基督閣來迄日對咱的審判。所以教會若是用將末做咱的根據，咱就袂將第一站的成功當作是最後的證明，咱嘛袂將暫時的挫折當作是徹底的失敗。佇基督的日，無通指責，還是講無通嫌，這個信念的確立在地，伊會當互咱佇無抱啊啥的時陣，咱猶原忠心；互咱佇無保障的時陣，咱猶原願意透明；伊互咱佇咱無確定的前途的時陣，咱猶原願意堅持咱的原則。腓立比書1章1節到11節。伊指出一種無通指責的生命的導向吼，伊是對僕人的身份開始，用福音的共同參與做實踐，佇上帝的信息中間建立確信，佇聽甲真理的結合中間來成熟，最後佇基督的日子無通嫌。這款的生命，伊毋是倚靠環境的穩定，伊是建立佇耶穌基督的主權的頂面。當教會表現出這款的無通指責，還是無通嫌的生命的時陣，教會伊可能佇人數的頂面無一定多，佇資源的頂面無一定充足，總是佇耶穌基督的光照的下面，伊是完整，伊是無欠缺。因為真正的穩定，毋是外在條件的連續，是咱內在忠誠的完整。當一個信仰團體佇個無穩定的中間，猶原會當內外一致，會當對頭到尾無改變，伊就見證迄個開始即個好的工作，並且一定會完成伊的主上帝。咱嘛為着迄個將來已經要顯現的日子，咱咧準備咱家己。互咱通好佇基督的日子無通嫌。所以，親愛的兄弟姊妹，咱確實是佇一個變遷無確定的環境的中間，咱可能無法度通預測將來會發生啥物代志，咱毋知影咱頭前面對的是啥物。總是咱會當佇今仔日
就為着基督的日無通嫌來努力。要邀請兄弟姊妹咱做伙來思考，咱愛會記得，咱的身份是上帝的僕人，咱是聖徒。咱愛會記得，咱有傳福音的責任。咱愛確信，上帝一定會完成伊開始的福音的工作。咱就愛追求咱的疼甲咱的財物的結合。在咱的行動的頂面，咱愛正正，咱愛正直，咱愛會堪得檢驗。所以，若是安尼做，咱佇聽候耶穌基督的日子的中間，咱愛追求會當結好的果子來榮光上帝。願迄個開始美好工作的上帝，佇咱的這個世代繼續來成全伊的工作。願咱佇咱的生命、咱的生活中間的壓力，咱無失去咱的正直；佇咱的聽候的中間，咱無失去信心甲盼望。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咱才會當完整，咱會當忠誠，咱會當結果子無通指責，會當互一切的榮光來歸佇呼召咱甲伊同工的上帝。請咱同心來祈禱。請看慈悲仁愛的主上帝，阮感謝你，因為你是阮佇天頂的老爸甲老母，你用你的形象來創造阮，佇阮的罪惡甲軟弱的中間，你差遣耶穌基督來成做阮的拯救。擱佇每一日的生活中間，用聖神來引帶阮，互阮會當面對阮的生命中間的苦難，甲阮的生命中間的種種的壓力。阮知影，阮是軟正的，佇阮的生活中間，阮需要你來堅固阮，幫助阮，互阮佇阮的每一個面上的生活中間，阮會當堅持對你的忠誠，知影阮是你的僕人，知影佇你的中間，阮是聖徒。懇求你差遣聖神來引帶阮，來保守阮，甲阮三角地帶。願祈禱懇求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